无论你是伫网络顶，还是伫你的厝呢，这是咱同心来到上帝面前，三角来敬拜上帝。大声请奏乐。恁想看爸疼咱到怎样，互咱称做上帝的囝，伊替咱献伊的性命，咱对即个捌仁爱。恁囝若着我担重担的，就来上近我，我要互恁安息。我心内温柔谦顺，恁陪我的担，对我来学，就恁的心神会得到安息。因为我的担是快，我的担是轻。圣诗三角来吟圣诗第150首，圣诗第150首，主踮我心内，无惊吓自在。咱起立来吟全首。主踮我心内，无惊吓自在。这世间只有你是我所爱。每日我心是笑脸你无停，你做我光点，予我有光明。主做我智慧，予我通我可。到时刻点滴你手里照顾，你做我天父，我做你的囝。你教我建立，我甲你同行。世间无一项比你较宝贝，因为你属的我永远袂毁。你是我一切，我要信靠你。天顶的君王，世间无通比。天顶的君王，予我话得胜。
愿你带我到天，迎点天顶。也是有艰难，也是大变迁。我果断地主，永远无亚线。阿门。今咱犹原徛地用四道圣经来告别咱的信仰。我信上帝全能的爸，创造天地主宰。我信耶稣基督，上帝独生囝，咱的主。伊对圣神投胎，对在世女玛利亚出世，伫本州比拉多任内受苦，顶十字架死埋葬落阴府。第三日对死人中搁活，上天，打坐伫全能的爸上帝大名。伊要对遐搁来审判活人甲死人。我信圣神，我信圣公道的教会，圣道的相通，罪赦免，肉体搁活，永远的活命。阿免。请坐。这是做伙来启应，启应文第42篇，启应文第43篇，启应文第43篇是。详细是以赛亚书第12章。我来起，请咱来译。第一日，你会讲：上主啊，我要感谢你。虽然你有对我生气，你的生气已经煞，你有安慰我。看上帝是我的拯救者，我靠伊就拢免惊。主上帝是我的快乐，我要唱歌称赞。伊是我的救主，伊是我的上帝，我要称赞伊。伊是我祖先的上帝，我要尊伊最大。恁会对救恩的水泉欢喜唱水。第一日，恁会讲，要感谢上主，求叫伊的名，将伊的所做伫列邦报扬。讲起伊的名已经受尊重，恁着唱歌称赞上主，伊的作为真显赫。愿这个代志献传普天的，住伫锡安的人啊，着欢喜唱歌。以色列圣的上帝，伫恁中间真伟大。这是咱三角鸭头来祈祷，听阮世间人阿爸爸上帝。阮感谢你保守阮有平安，通过一届，大家伫网络上，伫无共的所在，用共一款的心，做伙来敬拜你。求你存你大能的手保守安慰阮，互阮拢会当得到平安。阮献上感谢。伫即届疫情中，互阮。人对人产生真大的惊吓，改变阮日常的生活方式，引起真大的无共款。求主顺你的手安慰阮，也互阮伫信仰上会当搁较追求。虽然无法度组织同齐来敬拜，总是阮用网络直播的方式，伫逐所在用共款的心。连结起来敬拜主，求主的听甲关怀送到伫每一人的心内，求主亲手安慰阮，也互这个疫情紧紧来恢复正常。这是求主用由我吴牧师的嘴，互伊所宣讲的信息，会当拍动阮每一人的心。也讲甲听的，拢平平得到对你来的祝福。阮安尼祈祷，拢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求。阿免。这是来看上帝话，上帝话记载伫帖撒罗尼迦前书，帖撒罗尼迦前书第5章，帖撒罗尼迦前书第5章第1节到11节。我来读，兄弟啊，论到时期，毋免写批互恁。因为恁家己上世在主的日到，
亲像贼透面来。人当得讲平安稳当的时，灾祸忽然到伫因，亲像生囝的艰苦到伫新婚的妇人人一样。因遐个人袂会走离。若是兄弟啊，恁毋是伫暗的中间，至到迄日，亲像贼来入着恁，因为恁拢是光明的人。日时的人，咱毋是属伫暗时的，也毋是黑暗的，所以咱毋通亲像饥的人得困，就警醒节制。因为困的人是眠是困，酒醉的人是眠是醉。若是咱属日时的，就节制，穿神甲人来做护心镜。用得救的愿望做头花，因为上帝定着咱毋是来拄着生气，就是要对咱的主耶稣基督来得着救，伊替咱死，互咱或是醒，或是困，伊甲伊同活，所以着三甲安慰，大家三建立德行，照恁所得做。这是要请吴牧师来正道，伊今仔日要正道的题目是光明之主，光明之主。兄弟姊妹，大家平安，愿上帝恩典，甲咱做伙伫地，不管咱伫倒落，上帝的安慰，上帝的神祝福临在伫咱每一个人身躯顶头。咱爱知，咱是有限有罪的人。总是咱这个有限有罪的人，会互咱现在的环境所限制。总是咱爱求上帝光照咱，透过伊的话，透过伊圣神甲咱做伙伫地的过程，互咱真正领受上帝的快乐。咱做伙来祈祷。主求你怜悯阮，怜悯阮这个有罪的人、有限的人。阮限制伫阮的环境内底，阮有罪罪性伫阮的心内。主求你赦免阮，帮助阮，互阮不管伫倒落，阮拢通对你来得到快乐，对你来得到智慧，通得到透棒。主，阮知阮虽然活伫黑暗的世代。总是上帝，你的光要照阮，互阮真正显出你的光。求上帝帮助扶持，阮安尼祈祷，奉靠主耶稣基督圣名来求，阿门。The Shadow of Rain， 这是一出电影，是一出英国的电影。台湾翻译这个电影叫做《影》的土地，这出电影其实是一个真出名咧描写真实的人的故事。这个真实的人，伊的名叫做 C.S. Lewis， 伊是一位真出名的基督教作家，以及牛津大学的老师。伫这出电影内底，咧描写 C.S. 路易斯伊所听的人，相时也是伊的某 Joy 得到骨癌。伫迄个骨癌医治的过程内底，伫病院听慢慢好势，会当爬起来徛，举管仔起来徛的一个真短暂的时间内底，Joy就走入去 C.S. 路易斯的册房，伊伫伊的册房安尼看，发现一幅图，这幅图亲像黄金同款的日头，就照伫山谷的迄一边。C.S. 路易斯对伊讲，听讲这个所在叫做黄金谷，我毋捌去过，不过这就是人生。真正的答案拢伫山的迄边。
咱会当看到的只是影，这也是这出电影主要名的来源。所以，伊所听的人少伊就毋望路易斯会当带伊去迄个黄金国来看卖啊，所以因就出发。出发的过程，这是一段伫因中间充满温暖、疼甲稳定的旅程。总是当因去到黄金国这个所在，才发现原来这是威尔斯口音的误解。因为伫威尔斯的口音内底，英国威尔斯的口音内底，这个黄金国，这个黄金其实毋是黄金，是雨水。所以，这表示啥物话？这是一个落真侪雨的所在。果然无毋对，当因去到这个所在时，雨就开始落。当因咧落雨时，因就走去避雨。伫避雨的过程内底，Joy 就C.S. 路易斯讲伊要过身啊，伊要死亡啊。路易斯就来讲即摆毋通讲这，到时阵阮会应付过去。总是Joy对路易斯讲，有比应付更较好的方式。就是将来的痛苦，当作是现在快乐的一部分，这是约定。就以爱伊所听的人，路易斯用积极、勇敢的态度来面对日后伊会拄到的痛苦，因为伊大讲，你爱会记得现在咱的快乐。果然无偌久，当因转去到因所住的所在，Joy就过身。伫电影中，路易斯甲Joy的囡仔叫做 Dog， 坐伫迄个旧的衫橱进前，伊想要安慰这位个查甫囡仔，拄失去老母的痛苦，所以路易斯就改。就伊所讲的话，伊讲现在的痛苦是将来快乐的一部分，这是约定。亲爱的兄弟姊妹，路易斯的故事，真实的故事，时常也是咱的故事。就亲像真侪年前，我读到唐武标先生所写的一句话，伊安尼讲，伊讲我时常伫希望中。绝望，搁伫绝望中看见希望。黄金甲雨水，光明甲黑暗，痛苦甲快乐，希望甲绝望，这个代志时常伫咱生命的历程内底来出现。就亲像诗人安尼讲。诗篇的诗人，诗篇第30篇第5节，咱做伙假使你若愿意，会当跟我做伙来读这段经节，因为伊会受气不过万年久，伊的稳定是一生会久。规暝虽然有啼哭，早起时就欢喜。虽然诗人充满毋望安尼写，讲到早起时我会得到欢喜，总是事实是。咱毋知影黑暗暝要偌久，咱的目屎甲痛苦要到第时？就亲像这场疫情，伊要限制咱偌久，无人讲的好势。这场疫情所造成咱心内底的惊吓，人甲人互相的隔离，咱所伫地的台湾社会。彼此的对立，无疫苗的时阵惊吓，即摆有疫苗咧注射的时，就惊有地内的后遗症。这
亲爱兄弟做我的现实世界，我都闪亲像黑暗的时刻，有惊吓的时刻，是咱通亲像少伊共款，好好来面对伊，甚至会当对咱家己讲，现在痛苦只不过是将来快乐的一部分。就亲像主耶稣伊的学生安尼讲，《约翰福音》12章35节到36节，耶稣就甲因讲：光伫恁的中间还有点仔久的时，恁有光的时就着行，免伫暗到伫恁。迄个行伫暗的，伊毋知行到倒落；恁有光的时，就着信光，互恁成做光明的人。亲爱兄弟姊妹，咱爱知，哪黑暗的时阵，咱就哪需要光。主耶稣的教示就深刻影响初代教会的信徒以及后来的咱。这也亲像保罗写予帖撒罗尼迦教会的这条批同款，因为对这群惊死亡，甚至到伫失去毋望的人讲，死亡并无通惊，惊的是你失去毋望，互死亡的阴影赢过你。因为安尼，保罗一开始就安尼讲，《帖撒罗尼迦前书》第5章第1节到第2节，兄弟啊，论到时期，毋免写批互恁，因为恁家己上细知，主的日到，亲像贼透暝来。保罗捌伫《帖撒罗尼迦》第4章第9节就讲，伊进前就讲一个属基督的群体，特别是基督徒。保罗提起第一个特色，就是爱彼此相疼。彼此相疼，毋免写批互恁，恁就知。意思就是啥物货？我进前已经讲真侪啊。所以遐个我免阁写伫遮，遐个的要紧，恁心内知。第二个，保罗安尼写，伊讲，搁另外一项代志，我嘛毋免写批互恁，因为恁爱知，诚做一个属基督的群体。第二项代志，第二个特色，就是谨慎、毋忘。两项代志，这两项代志就是一个属基督的群体。迄就是教会，迄就是基督徒应该爱有的代志。保罗引用马太福音24章、路加福音12章，耶稣的教示的这个传统，咧对因讲，主的日要来，伊的来是亲像贼，贼透可能你有个讲伊要来，无，贼头若来，伊绝对是伫咱想袂到的时阵要来，所以线落去保罗安尼讲，《帖撒罗尼迦前书》第5章第3节，人当得讲平安稳当的时，在下妇人到伫立因，亲像生囝会艰苦到伫有身孕的妇人人一样，因遐的人袂话走离。保罗咧讲的有可能就亲像先知耶利米所讲的，先知耶利米对遐个当巴比伦要消灭犹太进前，耶路撒冷有一群假的先知甲假的祭司，因伫遐咧安慰当时的耶路撒冷百姓，咧对因讲，先知安尼对因讲。因凊凊彩彩医治我的百姓的伤，讲平安啦，平安啦，其实无平安。总是近代学者认为，保罗另外主要要记的，
是当时的罗马帝国，以及因所带来的帝王皇帝崇拜。因为俄国首都伊拍耶稣为对敌，然后伊去到倒位，伊拢号称这叫做罗马和平。换一句话来讲，听皇帝的话，降服伫皇帝，敬拜皇帝，安尼就得到和平。换一个层面来讲，若无咧，若无就得袂到和平。所以保罗安尼讲，保罗讲，遐个惊会当用嘴，但恁讲平安平安；遐个惊遐用强权威胁别人，互别人听话乖乖听话的人，才会在下会忽然临到因。这在下原文的意思，嘛会当指毁灭，就是死亡。换一句话来讲，就亲像怀孕的妇人人突然间要生囝，同款，迄个会互人死的灾厄，嘛会安尼突然临到，才会讲白贼话的人身躯顶头。亲爱兄弟姊妹，总是这毋是信主的人会拄到的代志，因为保罗刷落来安尼安慰咱。安慰初代教会的信徒嘛，安尼安慰咱。伊安尼讲，若是兄弟啊，恁毋是伫暗的中间，直到迄日亲像贼来捉着恁。亲爱兄弟姊妹，这个基督徒就是活伫真正的毋望，活伫真正的光所照的内底，因为咱相信。主已经告我，已经赢过死亡。虽然有黑暗，四围有黑暗，虽然咱的后壁亲像有死亡的阴影咧捉咱，总是信伊，咱就得到真实的毋望。因为安尼，当主的日要来，就是已经来的时，咱免惊。因为咱是迄群清醒、赢过死亡关系光明的人，就亲像保罗刷落去安尼讲，《帖撒罗尼迦前书》第5章第5节。因为恁拢是光明的人，日时的人，咱毋是属地迷失的，也毋是黑暗的。伫遮并毋是讲困要当时哦，毋是哦。伫遮保罗咧讲的。原文是复数，光明甲日时是同款的意思。什么的人，是指有某一种特色特质的人。换一句话来讲，就是本质。所以，咱拢是光明的人，日时的人，嘛毋是指这近代医学美容用镭射，就是注射。来维持面的光滑、皮肤的幼白、外表的少年，毋是指这样代志。保罗是咧讲，咱是一群趁耶稣的光，相信军队耶稣的光的人。那安尼，当咱趁耶稣的光，咱就知影，这个世界更较黑暗。死亡带来更较大的目屎、甲痛苦，拢不要紧，因为咱通活出主的阳光。主前167年，塞琉古帝国的皇帝叫做安提阿哥4世，因为犹太人真侪摆来反叛，所以伫厝经的马加比四书安尼写：王一个听见掠做犹太人叛变，就发亲像野兽，离开埃及，带大军就占领圣城，命令军队拄着人就抬，
无留情，上到厝顶的，拢爱抬上时来杀戮完，残害这个老的甲少年的灭绝妇女囡仔，杀害婴儿3日内，伫圣城杀害8万人，4万人伫刀下，其他的受卖做奴才。这个皇帝后来甚至决定要消除、消灭犹太宗教甲文化，禁止守犹太礼仪甲节期，因为安尼将耶路撒冷圣殿改做敬拜希腊神的神殿，甚至伫圣殿内底供向一只神祗。这实在互犹太人无法度忍受，因为安尼一位老祭司叫做马提亚，带伊5个囝起来反抗，因祈祷求上帝帮赞，因随便用少数的人来拍赢真多的人。3年后，马提亚过身，予伊上厉害第3囝犹大马加比继续领导这个抗争，直到将耶路撒冷甲圣殿收回来为止。当因踏入圣殿，洁净圣殿，上时就照犹太人的礼仪点灯，却发现当时因所会当使用的油只剩1天的用量，因为安尼因祈祷求上帝显神热，互极少的油会将当8天的节期。后来因就做迄个高基的蜡烛，互后壁的人记这项代志，称这个节期叫做光明节，这是犹太人的节期。那大概拄到这个节期，犹太人就将这个灯台放伫啉街头的迄个汤的路口，来表示纪念。亲爱的兄弟姊妹，这是犹太人，总是基督徒唔免去到迄个汤边来点电火，因为咱就是光，咱就是灯。主耶稣安尼讲，马太福音第5章14节，恁是世间的光。耶稣唔是讲恁爱去发光，唔是哦，伊是讲恁是光，表示啥物货？真做主耶稣的学生，主耶稣的门徒，咱的本质就是光。光伫啥物所在发挥作用？就是伫那黑暗的所在。所以伫现实社会生活内底，确实黑暗亲像大满这个世界，假消息一直传，互人时常会感觉绝望，感觉黑暗。总是咱是光明的人，咱就袂当只有活伫黑暗的内底。既然上帝召咱，互咱进入光明的国度，那安尼，咱就无发光的权利，无妥协的自由。因为安尼，就亲像保罗写落去安尼写，《帖撒罗尼迦前书》第5章第8节。若是咱属日时的，着节制，称信甲仁爱做护心镜，用得救的盼望做头盔。这是咧讲啥？保罗咧讲，爱相信咱所相信的迄位上帝，伊是正光的爸。当咱求伊照咱，将光放伫咱的生命中，通互咱伫黑暗来的时，无抵到去互黑暗引捌去。咱求伊帮助咱，
伫大风影来时，神内在迄个互风影指刷的主，拄拄伫船顶甲咱做伙伫地。因为安尼，保罗勉励咱，讲咱爱将家己当作卫兵，主耶稣的卫兵。什么话？卫兵就是守望者，徛伫迄个关台，会当看远远，然后当作卫兵，就是将信甲仁爱保护咱的心，用五望做头盔来徛伫迄个所在。伫幕后黑暗时刻来的时，咱爱滴又好，滴又满。就亲像即摆喙暗滴又好，滴又满共款，咱会当徛伫遐，好好出声警告，警告世间人，互世间人知真正的毋望。帖撒罗尼迦前书第5章第9节，安尼写讲：因为上帝定着咱，毋是来拄着受气，就是要对咱的主耶稣基督来得着救。和合本的翻译是叫做“咧定着”，台语翻译做“定着”，和合本翻译做“有定”。咱若照原文第9节，应该安尼翻译，因为上帝毋是要将咱放伫伊的受气内底，是照着咱主耶稣基督伫救恩的中间，所以和合本。就是咱所读到的台语，巴克利的翻译本，有可能互咱会误解，掠做咱即时拄着黑暗，是上帝有定，就是上帝定着，迄是上帝受气，毋是哦。这原文完全无有定的意思，就是定着的意思。原文是坑。所以，甲上帝有定无关系。保罗要对咱讲，是咱会拄着乌云满天，总是上帝早就将咱放伫主耶稣基督的救恩内底啊。因为帖撒罗尼迦前书第5章第10节，伊替咱死，互咱就是醒，就是困，甲伊同活。保罗咧指这项代志。醒、困，咧表示啥物话？表示妖活的人，表示遐已经死的人。伊讲，当咱属伫基督，就会伫主搁来日，一直伫主搁来日进前，或活或死，拢通活出一种生命甲人生，就是下主心意的人生甲生命。主要2006年，迄年的诺贝尔颁予2个人，这2个人拢真特别。和平奖颁予孟加拉一个叫做叶努斯的博士，伊伫1974年摕到伫美国摕到 PhD， 等于到孟加拉大学内底来担任经济学的教授。有一遍，伊带学生去庄脚来乡野调查、田野调查，伊发现一项代志：迄庄脚的富人人、上善的家庭，因欠的少，完全陷入债务的循环。换一句话来讲，伊欠的少只有1块美金，总是伊只有这个富人人只有用这个28块，就是换过来孟加拉币吼，28块真少的金钱去买材料来做一个草农啊，用安尼来趁钱，所以伊永远就落入这个债务的循环内底，散甲去互唔知啥物会掠去，因为安尼庄脚普遍的情形是安尼，因为安尼。伊就创办小额贷款的银行，
这个银行专门带互遐个上送乡的人。当我读到这个时阵，十几年前我读到这个时阵，我感觉这甲咱互助社的精神真类似，就是为着迄个上送乡的人来提供毋望因会当帮助因，互因得到上起码的帮助。所以30年以后，这个银行伊的周转的金额达到57亿的美金。这个银行互孟加拉差不多超过100万以上的送乡人，通伫这个送乡的循环内底来脱离因的困难。这个学者安尼讲，伊讲施舍就是自身无法度解决真正的送乡，上要紧的是爱互人毋忘。当年2006年的文学奖颁予土耳其的一个作家，叫做帕马克。1998年，伊拒绝接受土耳其国家艺术家的演讲，理由是：我若接受这个奖，互我袂当去看我所关心百姓的面。伊无顾土耳其政府的禁令，伊伫伊的小说内底写描述第一遍世界大战的中间，奥图曼帝国集体杀害175万的阿米尼亚人的故事，并且伊从1980年代土耳其政府杀害库德族的人这个事实写出来。伊伫迄个演讲顶头安尼讲，伊讲我无亲像别人掠做我，遐尼注意政治，我只是专心写作，将事实来呈现，总是我去落入去黑暗的政治环境内底。帖撒罗尼迦后书第5章11节，所以着三安慰，大家三建立德行，照恁所得做。保罗咧对咱讲，咱中间爱做的代志，就照咱平常所做的。爱讲什么话？做互相建立德行的代志，讲彼此相安慰、宽勉的话。其实安尼就是做一个光明的人，唔通亲像政治人物，就是这个电视顶头真够讲话的人，只有出一支嘴。爱的其实，咱是主耶稣所命令，而且咱就是世间的光，去正做上帝的光，因为咱是光明的人。当咱正做光明，真歹势。咱要做光明的人，咱四围的黑暗就自然显现出来。请爱的其实，唔通互四围的黑暗把咱吞食。这伫这个黑暗的世代内底特别要紧。亲爱的兄弟姊妹，但愿咱会当甲伊做伙活。当咱甲伊做伙活的时，咱就通活出生命的见证。但愿咱拢做伙来成做上帝手中所用的光。咱做伙来祈祷。主，阮感谢你赏赐。你知，阮虽然有限有罪，总是阮有你所照出来光，帮助阮，互阮通对你领受这个，伫阮的生命内底，伫阮平常在做的事、在讲的话内底显露出来。主，阮知阮是光明的人，因为安尼。阮就无做黑暗暗昧的事，求上帝帮助阮，赦免阮这个软者的人所讲所做，真正通下主心意。阮安尼祈祷，奉靠主耶稣基督圣名来求，阿门。求
主将你的话刻点伫我心。咱做三同来吟圣诗，圣诗505首，圣诗505首，我要重拾。请咱起立来吟全首。我要忠心，无辜负人的信任。我要顺尽，因为有人关心。我要坚强，面对世间真苦难。我要勇敢，克服人生艰难。我要勇敢，克服人生艰难。我要听人。无分对敌甲朋友，我要施舍，诚心无求报偿。我要谦卑，在我心是真软弱。我要仰望，主听人喜乐。我要向上，主母娘赞人。我要记得，时刻无停来记得。我要尽意，亲近天父宝座。我要专心。听上主说声祝福，我要坚信，愿得救主脚步。我要坚信，愿得救主脚步。请坐，这是来报告的大声，咱来念金句。我读一遍，请咱来读2遍。所以讲，困地的人着醒，对死人中起来，就基督的光要照你。因为所书5章14节，做来读。所以讲，困地的人着醒，对死人中起来，就基督的光要照你。因为所书5章14节。所以讲，困地的人着死，对死人中起来。就基督的光要照你，因为所书5章14节。咱来先开第一页，咱有后青年的聚会，甲后礼拜，咱的周间聚会，甲侍奉的人员，请咱家己来看来指。咱来看第2页消息的报告。第1点，请为5牧师甲张传道。准备线上礼拜讲道直播的服侍来带导。第2点，请咱每一届参加线上礼拜是爱先伫线上签到，做伙来礼拜。第3点，请家长陪伴小朋友伫主日学线上教学礼拜。第4点，邀请会友若有准备奉献，请装伫信封顶。地下的顶面并注明姓名、日期甲金额，然后外出甲摕来教会6楼办公室奉献箱奉献。消息报告：社会消息，6月23日上午10点，伫教会要举行5牧师的
监交吼，宪平甲监交吼是由新竹中会陈世阳牧师代表中会主持宪平。本会的代志长老、简成长老代表，甲其他的小委员伫线顶来参与宪评，并就陈克安牧师将小会议长职务移交予吴副任牧师的仪式监交，请咱继续关心教会事务，并且为着吴副任牧师全家的灵命甲身体健康来代祷。其他的部分，请咱家己来看。特别为着咱的疫情来代祷吼，咱代祷的事项为着疫情来代祷，为着身体欠安的人来代祷。咱同尾遮有咱的奉献的明细，请咱来看。假使有漏交也是订单的，请咱咱的中心也是办公室来讲，这是请牧师来介绍甲代祷。两项呼吁，一项邀请咱奉献，为着教会祈祷。帮助教会也常时透过奉献来祈祷。第二项要邀请咱大家，特别是现在咧注射疫苗的时期，有可能这批疫苗来，嘛有可能70岁以上都有可能拍会到，注射会到。所以当咱咧注射疫苗进前，要请咱注意家己的身体。假使若身体无真好势，检测会当翻几工啊，再来注射就好。愿上帝帮咱，互台湾伫即边咧注射疫苗的过程内底，以及咱本身检测会承受者的时阵，求上帝特别赏赐祝福甲平安，甲咱做伙伫地。这是来上映388首。荣光归圣父上帝，临时煞请牧师祝祷。请咱起立来吟诗专首。愿光归圣父上帝，愿光圣家圣事三位一体，早地地，现在地地，将来也永远地地，无教无尽。阿门，阿门。但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，天父上帝永远的疼痛，圣神的相通，甲咱做伙伫地。伫这个黑暗的世代内底，求上帝伫阮内面显出光，帮助阮，互阮伫黑暗世代中间。做光明的人，对这时直到永世代无尽，阿门。阿门，阿门，阿门。请坐。电乐灭倒。
平安礼，网络顶的大家兄弟姊妹，大家平安，上帝听，耶稣听你，平安，平安。上帝听你，耶稣听你，平安，平安，平安。